就是咱讲的新富町市场。因为边仔拢是日本人，住日本人，吼，所以遮拢学日本人做卖介绍较好，物件好，介绍悬，所以遮拢是日本人咧买卖，所以阮嘛叫做伊是日本市场。吼，新富町是安那来咧？因为头拄仔咱讲的，即个三民路一边是新町，对，日本时代拢町嘛，新町，一边是富贵街，所以新甲富，所以叫做新富町。嘿，然后搁过来，即有一个特别就是，咱知影日本人迄当阵伫台中，其实足侪拢有洗衣啊。安尼，嘿，洗衣啊，即个物件咱讲过，伊是毋是较悬价？吼，搁有咯，拢是高级的物件，伫遮买，大家拢讲伊是洗衣啊市场。就是洗衣啊，才买。因着住咧边啊嘛，嘿，是洗衣啊，才买会落去。一般的台湾人买袂了，买袂落去。